先继续来看台北地方法院的这个国民法庭审理着一回小男童凯凯和年母虐待到死的案件。今仔日上尾一天来审理，双方做最后的辩论。检察官痛骂这个年母姊妹罪恶滔天，把苦毒囡仔当作是享乐，而且结案假散假破病，请求法官判无期徒刑。还是不认罪吗？姓刘的林母姊妹用油画无画甲面家的大画行入去法院内底，查甫囡仔凯凯扣林母苦毒到死。今仔日进入到上尾一天审理，民众都算路口风吹雨压，嘛要走来听。就算落大雨嘛，行雨伞排队，甚至有人透早5点多就来到法院伫咧等待。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睡不着。那我4点多就起来，凌晨，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是凌晨5点30几分，我是第一个来。今天来这么多人，就表示大家真的很重视这个案子。我们希望全国的人民也可以重视这个案子，法官真的要重判他们。凯凯案进入到上尾辩论阶段，由检察官先做量刑论告。检察官当庭讲，姓刘林母姊妹的犯罪动机，就是看凯凯袂顺眼，认为两人伫咧犯罪时感觉苦毒囡仔真好耍，佮表示姓刘的林母会讲家己行为无错，但倒来怪讲凯凯这个囡仔歹带，真正是唔知影通反省，惊啊破病，惊啊无钱，嘛唔捌对家属会唔死，求无期徒刑。啊，那姓刘林母的小妹嘛真咬定青，虽然经过评估底是无悬，毋过并无认知障碍，而且认知唔是款道德疏离，需要长期教化，求16年到18年的有期徒刑。凯凯官妈前一天开庭时，捌当庭痛口讲，希望姓刘的林母爱判较重嘞。专案5月13一审地宣判，姓刘的林母姊妹会面对什么款刑期，外界拢等咧看。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